在地新闻继续来看，立委参选人拼选战，这个空战甲陆战是相讲结合。来看高雄的左营南马坑这个选区，国民党的李美珍邀请着因共党的议员到瑞丰夜市唱卡拉 OK， 讲伫个网络顶看因唱歌拉客的人数冲破着5000人。那民进党的李碧艺是拍陆战，请来着行政院长陈建仁用车队来扫街，佮推出着宣传的广告，讲要来佮推出着一个捷运的线路。前海军的顾问郭曙嘛推出着形象广告来拍抗战。瑞丰夜市啊有街头艺人的表演，详细个看，这个唱歌的人竟然是国民党左南区立委参选人李美珍，佮和共党的市议员白娇英两个人比赛唱歌。两个人伫早暗合体唱歌，现场是吸引着未少的民众，网络顶观看人数嘛超过5000人。最后阶段策略是希望能够争取中间跟年轻选民出来投票，办行动卡拉 OK， 让歌声成为我的文宣。李美珍办卡拉 OK 比赛，网络直播唱上需要的少年选票，空战甲陆战同齐拼。同一天，对手民进党的李碧艺是请行政院长陈建仁陪扫街拍陆战。空战是推出交通建设的广告，希望机会在2任立委的期间。李碧艺家己配音，承诺要推动捷运支线，现今的立委刘世峰也出现，表示团成甲接棒。我也会让高雄医学院连接左营荣总这一条捷运支线，我有经验，我会做。港日这区参战的前海军顾问郭曙，嘛是推出着广告拍空战，亲入市场和摊商博感情，展现伊亲切有温度的形象，以及透早赶快也是拍陆战来拜票。可能会把主要的力量放在军人、退伍军人，还有他们的眷属。选战剩最后的28天，高雄左南山区三卡都拼甲真激烈，所以电影把握时间出动空战甲陆战抢选票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